紐約人連贏7場後獲利回吐，連輸3場，對住弱旅就兇狠，打親勁旅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 歡迎嚟到 NBA Talk。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紐約人呢算係我今季現場報道最多嘅球隊，但係呢隊波總係浮浮沉沉。佢哋近9場對住勝率低過一半嘅球隊就全勝，但係近5場對住勝率過半嘅球隊就全數敗北啊！咁樣嘅成績就惹嚟咗 ESPN 名嘴自封紐約人 fans 嘅 Stephen A. Smith 狠批。尤其咧就針對 Mikal Bridges 嘅表現，好兄弟 George Hart 咧就隔岸反擊，叫 Stephen A 收聲，但係亦都明確表示球隊唔係向緊啱嘅方向發展。全季以嚟咧，中鋒 Cats 都有向傳媒放風，話自己喺呢個體系入邊犧牲咗好多。但係呢種嘅埋怨咧，喺近期輸俾侯斯頓火箭嘅賽事上面又浮上面。其實今季開始執掌紐約人嘅教頭 Mike Brown 咧，一直都有調整陣容噶。年初咧佢就改用咗 Landry Shamet 替代 Mikal Bridges 去收局，可惜 Shamet 咧又因為養傷而缺陣。紐約人球員嘅平均年齡咧個個都差唔多，我就覺得板凳上高可以加一位老將，穩定軍心，挑戰球員嘅潛力。距離季後賽大約2個禮拜左右，到底 Mike Brown 可唔可以揾到方法有效帶領球隊再進一步呢？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